你现在就可以砍下我李陵的头！关山度若飞，朔气传金柝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这是你们关天社名字的由来，也是一直以来你们引以为傲的箴言。我相信，在你们的心底里，一定有着大唐男儿的风骨与豪情吧？是选择做一辈子的强盗马匪，为虎作伥，遗臭万年，还是选择做豪情侠义、义薄云天的好汉，重振苏天敖当年的风骨与豪情？选择权在你。其实，你好好想清楚，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？是男人，就勇敢地承认。难道你不想在大唐的煌煌青史上面留下你苏长明和关天社的姓名吗？你给我住口！砍下我的头，然后带上你的弟兄们，为了收复长安、光复大唐，尽一份心力。这是我李陵最后的请求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和他在一起吗？如果他死了呢？我绝不会渡火。为什么不能是我？他有什么好的？就因为我是关天社，他是唐军吗？在我时至今日的生命里，遇见过许多人，除了我阿叶，只有他是一个为了做正确的事情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甚至尊严的人。你的命已经归我了，你的这颗项上人头就先寄存在你那。明日我要去陈府，你死了，有件事不好办。这是什么？把这个喝了，12个时辰后就会毒发。等我屠到手了，你就可以死你的了。走。你走吧，走吧。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女人，才会看不出我的好，喜欢李陵那种人。没见识的女人，我才不稀罕。陈进边大势已去，他那艘破船，我才不上呢。那刘应图呢？我是脸皮厚，你和李陵才是真的不要脸。行了行了，我想办法把图弄到手，但我先说好，将来论功行赏，我要封官进爵。此话当真？在我没改变主意之前，滚！
弄玉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爷都担心坏了。爷在摘星堂等你们很久了，请随我来吧。摘星堂。嗯。哦，原来这儿就是摘星堂。苏长明到底是个外人，也特意叮嘱，一会儿进了堂内，你盯紧点。爷，他们到了。陈公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图呢？于小弩，还把快讯拿来。是。诺月，药。爷，药来了。哎呀，我就等着这口呢。这次多亏苏少主搭救。这药，哎呀，这药啊！是你。不错，毒是我早下好的。我的确要感谢你的药，没有你的药，我怎么会控制得了陈靖边？他又怎么肯将流萤图的全部内容告诉我？你们也不想想，老烟狗怎么会真有一张图？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脑子里。原来陈靖边自己就是暗夜流萤图。现在他在我这里。你这不男不女的东西，等老子出去我就出去，做梦！小心！是玄铁。这人有毒！我身上常备解毒药，虽不是全效，但是可以勉强撑住。我也要一个，我不能死。不想死就赶紧过来帮忙！你给老子使点劲儿，等我出去大开杀戒！闭嘴！姨娘，他把解药都留给了我们。真正的刀不在手里，而是在这里和这里。只要你把全部的心意灌注在刀锋之上，真正做到摒除杂念，人刀合一，这世上任何一把刀都可以称之为御林勋。姨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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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姨娘，醒醒！假的。姨娘，什么假的？假的。你们也不想想，老烟狗怎么会真的有一张图？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脑子里。陈靖边是假的。
的那个陈静边，死的那个陈静边是假的。你醒了，我先扶你起来。来，站住！军爷，你们什么人？为何出城？啊，东都唐军盖印，原来是自己人啊！是啊，军爷，我们有紧要消息要通报给城外的唐军军营。放行，坐好了，插！要停车！爷慢点。爷，我们此去范阳找史思明，您说走哪条路好啊？出雍州，向东至东都，再往北过冀州，直达范阳。此行共22日，转至蒲州，上分水。那里唐军据点少，唐军据点少。爷真是个万事通，看来这流萤图全在你脑子里了。出发吧。驾！余妖奴，你们跑不掉的。真是没想到，摘星桃还没有把你们两个困住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我们平时见到的陈金边都是假的，真正的陈金边投机深重，绝不会抛头露面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他现在就在那辆马车。风姨娘，你是很聪明，但还不够聪明。上，快！你一直处在背后，要挟挟持陈静边，究竟有什么阴谋？庄耀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，是我要带走陈静边和暗夜流萤图，这一直都是我的阳谋，只不过你们没有猜出来罢了。倘若我要想让你们死，恐怕你们早就已经尸骨无存了。庄耀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和阿七，还有那些死去的弟兄们，我们那么的信任你，我们说好了，要一起共同谋划，一起隐居长安，一起光复大唐。说好的共同谋呢？说好的光复大业呢？庄耀，你为什么？我跟你们本来就不是一边的。我奉史公之命，潜藏在唐军内部已久，为的就是从陈静边身边找到牵制大唐的秘密。我们只是目标相同，暂时同路而已。原来你是叛贼史思明的暗桩。李陵、于公，我们各随其主。于私，我真的把你当成了朋友。看今日的情形，我们只能刀兵相见了。你不要逼我动手。从今天起，你我不再是兄弟。你不要以为唐军收复了长安，就已经稳操胜券。但我将暗夜流萤图交给史公，日后一定会成就大业。你，庄老板，你真的以为暗夜流萤图已经尽在你手中了吗？你也不看看马车内的陈静边都是什么样子？这正是我想要的样子呀。你不要妄想通过配伍就能知道其中要领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。天山火毒鬼虽能镇痛，但若长期过量服用，轻则神志不清，任人摆布；重则胡言乱语，毒发身亡。我想请问庄老板，
你如何确定陈靖边接下来所言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你又如何能做到继续施药是为了拖延病情，而不是一碗药就给他送上了西天？风姑娘，我真的是很佩服你，只有你才可以用药如神。不如这样，一起跟我投奔史公，日后我们共享繁华富贵，怎么样？休想！陈公，不如你来说说，给苏长明的那把御林寻是从哪儿来的？还有，是谁提着封建业的脑袋和那把宝刀送到你面前的？是李陵，李从事，你来了。人是你砍的，头是你送的，这份大礼，咱家是高高兴兴的收下了。人是你砍的，头是你送的，李陵，你说，封建业到底死在谁的手里啊？他到底死在谁的手里啊？李陵，你说话，你说话！你口口声声说封将军对你恩重如山，可你呢？你就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，为了自己日后的前程，李陵，你才是那个凶神恶煞、滥杀无辜的大恶人！我没有。姨娘，多说无益，报仇吧！杀了他，跟我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动手吧！李陵，弟兄们，给我杀！快撤！快撤！撤！弟兄们，我们观天社的口号是：关山生若飞，朔气传金兔，给脸不要脸，破不用人会。解药。哎，事儿还没办完呢，别图没到手，你先死了。你不知道吧？你来找过我，他也来找过我。我这人又好面子，跟他闹着玩呢。你找过他？你也找过他？行吧，慢慢聊。走。啊。姨娘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一直瞒着你。其实我认识你阿爷，封将军。如果不是遇见他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李陵。别杀我！别杀我啊！这里有暗夜流萤图，有暗夜流萤图。阿爷、阿娘、小川，我终于替你们报仇了。封将军，我会照顾好姨娘一辈子的。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。爱恨交变，写故事开篇。好用，来了！
此次去讨伐14名，是光复大唐的最后一仗，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。好男儿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，恋家可不行。要是我爱爷在，肯定上骂你。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启明，再不出发，功劳可要被我抢光了。他要是逊了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你小子！行行，我去那边等你了。严伯，元博，阿七，林哥，放心吧，啊，李林他肯定会没事。你月来了啊，瑞儿，瑞儿，林哥哥一路平安。玉姐姐，是你要走了吗？我不走，是你林哥哥要走。把这个给你。无论多久，我都会等你回来，直到海枯石烂，姨娘，直到天荒地老。等我回来。转身之间，回眸之后一眼锁定万年。漫漫四季，是翱翔你的长夜。花落花开不留念，今生来不及说再见。用这一夜，星辰左右边。风起云淡拂流年，宿命之地化作执念。今夕何夕，誓言或人间。在流年落幕之前，能否对我一眼？你是哪怕只一瞬间，心也甘愿。花落花开复流年，今生来不及说再见。用这一夜，星辰左右变。风起云淡拂流年，宿命之地化作执念。今夕何夕，誓言或人间。今夕何夕，誓言或人间。因过错，将我心魂求于高歌，诉说着命运给的预设。望星河在你我目光中闪烁，淡泊年华的景色。花等着一曲情笛落寞交错，你与我今生不再闪躲，让流沙吹散在深宫的角落，岁岁年年是允诺。月落星辰，多少年华困于沉沦，醉醒迷昏的旋律失了心神，思绪激情日渐深，微风中相认，彼此应允厮守不离分，愿命数定下安稳，相伴于凡尘，且看日暮黄昏余晖。